后来乡亲啊，乐团的大代志，金曲奖来公布着入围的名单。上届引人注目的是原住民的女歌手阿宝，以台湾族语唱出着台湾的故事，入围8项的大奖。 金曲奖的评审总算是公布入围的名单，主席讲作品拢总有2万件，其中最佳国语女歌手奖上歹选。遗珠是有用，我们可以用一串来形容，这样。原本好写上悬的杨丞琳，无伫名单当中，最佳国语女歌手会对这几个歌手当中选出来，包括邓紫棋、梁静茹、王若琳、许哲佩、杨乃文、魏如萱。男歌手的部分，人气作旺的周兴哲嘛无伫名单内底，入围的是周华健、吴青峰、张震岳、黄明志、裘德、Jason。 你头拄听到的是台湾族语哦，原住民歌手阿宝是这摆入围上济。伊的专辑《母亲的喙指头》啊，入围8项，包括年度的歌曲。多元、跟精彩、跟包容性很高的入围名单，我们觉得是很好的结果。第31届金曲奖颁奖典礼10月初3举行，到底谁会得奖？足侪人拢伫等待嘛期待。